坐阮无公车，嘛无家长来接送，偏乡的囡仔要安怎来克服这个遥远的路程去好好上课呢？华视新闻团队亲入花莲万英乡的马湾村，当地砖头到上近的国小，距离超过10公里，莫讲行路，敢若开车就要20分钟。2015年，马湾国小的校长拼力对外募款，总算募到一台7人座的小巴士来当作是校车，接送囡仔上下课。学校若是无骹手，就拜托在地热心的青年帮忙来接送。为着要来解决到偏乡的囡仔的困境，交通部嘛启动一项步步共成计划，请在地乡亲做司机帮忙来接送到囡仔。但是因为人力、物力各方面拢有所欠缺，所以也是无法度来普及。偏乡的囡仔为厝到学校的距离，咱做伙来体验。翠绿山林中坐落伫半山腰学校，这是花莲县万英乡马湾村的马湾国小，离花莲市区大约60公里。这间小学学校提起全路的小学教育。Simon says, touch your ears. Simon says, clap your hand. Okay, stop. 老师互动教学，囡仔快乐学习。马湾国小全校总共48名学生，拢是布农族的囡仔，但是交通无利便，经常是远向孩童面临的难题。老师再见，大家明天见，再见。好，这里哎，后面的，后面的，你先过去，你先过去，对，坐后面的，来。只有7人坐小巴士，就是因的校车。但是至少有10外学生必须要坐车才会当回去厝，只有分做2批接送。为了当互采访小组上车翕，坐袂落的囡仔嘛坐咱的采访车，因感觉真好奇，嘛真好耍。好好看厝的距离，透过镜头，咱全程记录。有没有要帮妈妈做家事？要啊，长大了也要家事也要做一下，只是说要好好用功读书。拨剑笋。对，也可以帮爸爸妈妈拨剑笋。好，准备要下车喽。谁的家到了？我家很大。拜拜。好，看一些小朋友把它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了，也是蛮快乐了，看到自己的一些族群的小孩子好好读书，对他们将来也是有一个帮助。这位负责开车陪伴学生的司机阿伯，伊是学校的家长会长马来通，一当来伊自愿做志工，担任送囡仔回去厝的责任。安娜娜的头，咿吼呀，咿呀嗨。采访一天，咱对着写4年张瑞琴回去厝，伊住伫马湾村上外围，甲小学距离超过10公里，山路行细条阁无平，敢若是坐车都要20分钟，落车了后，阁要行50公尺的粗坡。再来，搁再爬一段唔正路的危险小路，才会当回去厝。哇，累死我了！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就是校车自己那个开上来，或是没有下雨的话，我就自己会往那边走上来。晚上的时候就是很暗的时候，有可能会就是踩到有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觉得像很容易跌倒。瑞琴是单亲家庭，妈妈工作就爱早出门，晚晚才回来，已经独立。自读小学开始，每天都爱克服这段辛苦的路程。6点半就我在那边了。你会觉得这样好早起，好辛苦吗？就是有一点。其他国小的话，他们都是7点多才起床。马远国小的话就是不一样。那没有交通车的情况下，那小朋友怎么办？我叫他们说，如果说我没有办法接送你们的话，你们就要走路。其实我都很心疼，可是没有办法，就是在乡下就是这样。厝到学校的距离，无法度克服的困境，嘛是真侪偏乡的囡仔读册路的缩影。如果没有校车的话，我可能就要
用走了，然后爸爸他们如果要回花莲办事情的话，就没有人载我了。有时候会打给老师。一般的学校，就平地的小朋友，学校可能感受不到我们这种在偏乡这些家长的心情了，因为我们要工作是往外走，而且是走很远，虽然开车了，那再回来也是花很长的时间。我们的单亲还有隔代的，还有弱势的家庭比例是非常高的，变成说让那个家长没有办法负担接送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家长接送，他可能必须步行或是骑脚踏车。像是如果下大雨啊，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你来到学校可能就全身湿淋淋的，甚至就是他那一天他就没有来学校了。山顶的囡仔资源不足，才无坐稳，无公车，甚至5当前学校嘛无校车，一直到2015年，马湾国小校长努力对外募款，总算募到一台7人座的小巴士，当作校车接送学童。交通啊，对于整个社区其实不是只有经济哦，那种教育的发展各方面，其实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如果你可以克服那个交通问题，那孩子的那个学习圈啊、生活圈才会扩大，否则的话，你就只能在这一个地方。若是人力不足的时，也阁需要靠在地青年的帮忙。他人年的佩珍是社前校队队员，每礼拜3放学了后，固定爱留伫学校练习，袂当配合校车的时间。这个时阵，上届熟悉的人就是伊，上届暖心的阿光哥哥。今天射箭射得如何？还可以哦，轻松吗？还是今天有认真？我们今天很认真。没，还是有呢。江阿公是马湾村文化健康站的教学员。18岁的时阵，伊曾经对花莲到外地工作10多冬。在2006年的时阵回乡，看到部落的困境，伊决定要付出家己的心力。阿姨回来了。他今天在学校很乖。对啊，真的也很乖哦。有，其实每个家庭的背景不一样，有些人家里车子可能是很平常，但是有些家里的环境，就是有的没有爸爸，有的没有妈妈。所以他们就是需要去帮忙，有这样需要帮忙的，我是希望他们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什么时候去帮他们这样。只要一个信息一通电话，阿光会当讲拢会完成使命，做囡仔的守护者。甚至囡仔读高中啊，也个每天大用1.5点钟的车程往回万荣乡、甲水水乡、华乡接送。对2017年到即嘛，已经4档了。我们也不能说夸大说。我要在他们一辈子也不太可能，对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有这样的机会去帮忙的话，我觉得是也可以帮助自己啦，也帮助这个社区。希望说部落的小孩子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就平安的长大。即摆也有另外一种接送的模式，嘛等咧改变，偏乡的囡仔辛苦读册的命运。透早6点外，天色才大光，有大补共乘一因为车出入伫花莲到溪乡甲玉里镇接送要去上课的囡仔。正红甲何伟2个人拢是到溪乡到清国小学生，对厝甲学校路途相远，但是幸运的是，每天早时拢有专车到厝接送。阿公7点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会按喇叭或者是敲门。搭那个不共乘的时候，会跟司机伯伯聊天吗？会。那你们都聊什么？去他家的事情。57岁高来发，囡仔拢亲切的叫伊阿伯，或者是阿公。以前伊是客运驾驶，退休了后加入交通部补共乘计划。开自用车接送学童，甲囡仔结缘。到青春，一天只有2班到3班的公车，为着要接送长辈甲囡仔，阿发伯伊每天至少是出动8抓，为着部落，这在地司机拢欢喜做，甘愿受。我们小朋友是很累，他们也需要这个车保护母亲，也是很忙嘛，所以接触他们也是一件好事。还有一些老的病人。就那个
要结束，他们也需要这部车。如果自己是在这个部落长大，其实我想大家面对的交通的那个困难考验就是一样的。像我们在那个延平的司机，他就说他们小时候也是就走路半个小时、1个小时去上学，所以那个经验他们是完全经历过。他就很认同说，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交通服务，帮助孩子可以不用再走这么辛苦的路。五堡共成计划目前伫台东的延平乡、花莲的万英乡、道溪乡，总共有7个村落实行，已经有13位居民加入司机的行列，希望会当陪伴囡仔平安大汉。那是马湾村，卖伫6月试办。现在就是会在花东，就是继续做扩点，花东偏乡比较多，可能像丰滨啊，或者是说富里，那或者是说成功，这些都有在考虑当中。咱走访的村落，看到热血的青年甲热心的居民，互学童会当喘一口气，安心的上课。但是偏乡资源欠缺，城乡落差的冲击依然是难解。像花莲的富里乡、丰滨乡、台东的成功镇、卑南乡、大前乡、大武乡，甚至是屏东的牡丹乡，这偏远地区有的是欠车，有的是欠人，要安怎解决型的难题？未来依然是一大挑战。期待希望有一天，处到学校遥远的路途，袂搁再真做阻挡因学习的困境，只要面带笑容，追求梦想。